2005年精灵转型是台湾的目标，因此教育部补助成功大学建伫炭中和新世代培育基地，整合台南大学、南台科大、昆山科大以及嘉南药理大学科系资源，培育精灵转型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甲技术。大家知道，高等教育有很重要的就是人才培育，就是它的社会责任跟高教的公共性。这个基地就是为了因应未来环境变迁跟能源问题的一个准备。成功大学这个碳中和基地是聚焦在能源管理、氢能应用、减碳制作、减碳制成、碳捕捉跟这些跟产业转型有关的技术那更重要的，它是吸收我们的大专校业跟产企业的关注能源议题。了拜东港产官学各界拢高度见证，相信基地除了会替精灵转型培育出人才，嘛期待会当跟产业合作，努力落实绿色转型。大家都知道，整个面临转型，其实有几个关键点。当然，第一个是法规的松绑，很重要的就是技术跟人才的培育。那我想这个地方这个基地对技术人才的培育其实是会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碳中和不是业界的一个问题，所有人类都面临到的问题，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落实到所有人类、所有人民。准环境部长潘启明嘛出席，伊认为碳中和产值比半导体更加大，希望这个基地会当替少年人找到新创机会。我们在成大就是要帮下一代世纪的年轻人找到这样的可能性，然后让年轻朋友找到新创的机会，让很多老师的成果能够跟国际的气候金融的发展连结在一起，才能创造更大的机会。目前相关课程有300多人来学习，未来会把专业人才跟技术成果送到业界，带动国内产业绿色转型，共同创造台湾永续发展的优势。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